同代替和平共存的概念，也按多年来媒体教育体制内来做。环保署2014年同美国生态科教合作，成立了台美生态科教盘称联盟，希望各间科教对上能源减少废弃物，韩国减少科教的碳排放亚条方向来推广环境教育。新竹县华山国中去年年底经过世界森林教育、土地保育亚条主题考察，成为全台湾头一间通过台美生态科教6期认证的国中。安尼教学都唔係看天體90度向，學生嘅學習態度未對下下安影響，變到貴刺痛，就加貴很喜學。下課咧，也對學生嘅動詞統計拿定目標用嘅假課頭，遇到辦學負責治理嘅吹研讀項，可拿出省來用嘅，有人負責幫助嘅，有人負責點水，未同先生討論，接下來會種掉乜雞？那這個已經除草除好了以後，到時候那個什麼，你們要種什麼？種鋪兒。鋪兒要藤嗎？要爬嗎？不用。鋪兒要藤啊。又打尾係新竹縣橫山鄉嘅華山國中，看呢度運動平順項開業無權用粗顯嚟吹嘢，喺各班同學羅線幫度明記開出嚟嘅。當初啊，大家窮下來殺嘅啲菜根啊，殺嘅後呢，未搶到當專業嘅先生來教你用乜嘢種菜，然後種好菜呢，上進到嘅姜媽是加到。雪椒啲位菜啲位，那我學校因為係屬於偏鄉嘅學校，因為個文化出嘅較少，所以我哋是想講，用幫日本學生啊提高其他學習嘅能力，所以我哋就講，其他平常最熟悉嘅是講食農教育，但係看到個農作物應嘅狀態，所以其他開始有信心，其他在學習方面，其他是越來越進步。吹研度未總會遇到香草成分，好講未教人哋學生嘅用香草成分嚟做天然嘅精油防蚊水，另外未要唔吹強身嘅用成呢套，好幫學生嘅嚟了解豐富嘅有機耕種嘅方式。我们刚刚在鱼池喂了饲料，这些是鱼的排泄物水，我们拿这些水来养水生植物。这个是大瓶，这个是菱角，还有布袋莲等水生植物。其實因為橫山鄉係一個農業鄉鎮。我就是希望講學校按台按將嚇，學生做得學習到農業知識，但是我用希望學生學解到當傳統嘅農業，所以我都希望學校嘅學生學到下冇困擾嘅東西，比如說做有機的哈，無農藥的這個農業，或者是未來的一個科技的農業。華山國中雖然地卡重下，唔過生態環境同豐富，高中幾下年前就決定發揮高研安好嘅條件。嚟營造環境天然嘅教室，用永續生活多用心嘅概念嚟打造好適嘅環境。90年代華山國中係全國頭一間通過台美生態科教最大公用嘅6期認證國中。因此，2014年讓美國合作成立了台美生態學校夥伴聯盟，目的就是希望學校在節約能源、省水、廢棄物減量以及降低校園碳排放這些環境教育的面向做努力。那台美生態學校就實質將環境教育議題，而且認證的標準到審查指標非常的難哈。該當難的原因認為學校搞出來做，韓國學生會主動去參與課程的設計規劃。學校美圖豐育土地嘅主題帶落來，教學生嘅用天然嘅材料嚟做皮，按嚟教研讀項嘅植物同菜，都生喺度行較好行較正。
學校就喺山腳下，春天看得到有皮泡嘅。先生就同按樣為來照顧細皮泡，병業課程導向，帶定廿條成人呢嚟做皮泡箱，安尼皮泡嘅就有好顧成。因為擺我到體內的鹽度嘅就出世皮泡質，細細隻肯唔背哦，學生啊就想為來學，那呢就來病到一隻自合嘅地步，來刺激性能啊，學生啊下課嘅時陣就會輪流去照顧佢啊，我都想去教學生啊係啊，用乜來愛惜，用乜來照顧，用乜來尊重呢都台詞間所有嘅生命。好，慢慢來，沒關係。你要讓它穩定，因為這個比較粗一點。學校每幾年一道天然嘅材料嚟用，將佢縫採來放下來嘅樹筒、樹皮、淘汰鐵嘅竹釘、橋山虎也掉，帶定一啲學生嘅用下來做出各種嘅藝術品，還有用過嘅竹塊嘢，學生嘅未刻出細型嘅刀嘅蔥嘅也掉，安尼本單愛木鐵嘅東西就有嘅用處。所以啲學校就從那個球蓋做個到電呢變做環保打擊樂，像倆，然後還有那塊做迷你個兵器，做啲搞然後工藝品，每個樹木老樹皮哦，做啲做發個材料，當豐富啦，當神奇。剛剛看到的這個樹皮畫，或者是那個筷子雕刻，或者是我們鋸木頭可以當做一些木頭的一些工藝品，我們都會使用它們來當做一個材料作品呈現的材料。因為學生其實也是一個垃圾的製造者，那我們希望他們可以透過這些學習的模式，然後知道我們原來這些東西都可以重新再被利用。喺課程當中，同身份導向有關嘅概念並落去，一到先生未發現，學生嘅對下下愛言險變到維持同類學習嘅態度有動態嘅改變。像學生嘅老竹塊嘅，然後卡到細細邊去吼，然後啲啲是開始尋到佢自信心，然後留其他學校來交流分享，學生就變到當有成就感吼，唔可以管嘅咧。是啲個教書記嘅，行過天通，然後高中未順利考到成績高工嘅半境考，繼續嘅佢專長去學習。雖然講係先生係牽頭嘅，唔過親身學生落去設計做嘅，佢都咩第二年唔係凊彩，是按高嘅時候，按佢嘅先生嘅精神會讓向到人哋學生變到。佢都當主通，很感恩。喺自然環境就嘅一定讚美學習教室，先生同學生嘅同運動片進化部，同皮泡嘅用葉嘅韓國雕繪野圖表現啲運動片講，就係一項體驗藝術。得到推理生態學校嘅6期認證嘅功用，學校就係他7萬同環境教育當今下去，安尼學習就變到行下去。